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释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占多古仁博士的弟子。今天会跟大家开始分享一个就是其实是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极度重要，或者说是我们一开始就怎么说呢？我个人就是刚开始加入客家佛教中心的时候，那就在皈依之前呢，我们都会就是我是资深弟子嘛，就一开始就叫我们就要上一堂课，就介绍这一本书。那这本书是什么书呢？那就是我手中的这本。那英文呢是 50 Stanzas on the Spiritual Teacher， 那中文版呢叫4450颂。那大家可能有听过，有些人可能没有听过。但无论如何呢，这是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书。那它是由作者呢是马明大师或者马明菩萨。那今天我接下去会逐渐的就是50颂呢，我会逐渐的每一个颂跟大家稍微一个讲解一下。其实这对于藏传佛教对我们不管，其实藏传佛教当然是特别的尤其是严格的格鲁派啊，或者是就是上师对就是弟子的修行是否会有带来成果，就是有要求的话呢，都会特别强调的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其实如果说我们单纯读字面的话，可能有些人就不明白，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就有点就是不是太过了一些。那所以我们会怎么说呢？会好好就是每一个颂逐渐的跟大家解释，以及就是解释它的重要性是什么。那在开始之前呢，比如说在以前在客家佛教中心，我们在皈依之前呢，我们都必须了解这个内容，那才接受了，才能够去寻求皈依。那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本书的序。那这个序呢，这一本，它其实是我手中拿的这本书是英文的，那我其实都在网上找一些中文的资料，那我也根据这个资料呢跟大家分享。那主要是介绍这本书的一些重要性啊，以及就是这个关于这个作者马明菩萨他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些生平介绍。要写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呢是马明菩萨，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写这本书？那这里我们开始，我会跟大家讲一讲。那上士50颂讲的是什么东西呢？上士50颂讲的其实就是每一个颂呢，具体讲的都是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用，就是具体的一些行为的一些标准啊，怎么去侍奉一个上士，那怎么去依止一个上士。那因为我们怎么说，我们毕竟不是怎么说，就是我们如果入门的人，可能对上师的重要性不了解，那对于这种依止的一种行为跟做法呢，可能会有些误解，所以需要就一步的跟大家介绍。那这个上士50颂或者4450颂呢，它其实这是很早之前的一部作品，它在公元第4纪的时候就已经是问世了。那英文呢，就是藏名呢叫Lama Ngajubha， 或者叫4450颂。那个它的梵名呢是 Guru Panjasika。这个这本书其实当时在那个作者他所在的一个王朝那个时代，其实甚至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的。其实这个作者他跟贵霜王朝或者叫月氏王朝当时的迦密色交王是同一时期的。也是在今天的可能是印度那一带吧。那个王朝目前已经早就不存在了。那当时其实迦密色迦是在贵霜王朝。那这个马明菩萨的马明大师呢，其实在印度，他属于印度的一个师者。那他有很多名字，他的名字，有些人就把它分成，就是
分成是2个人，有些人可能是同一个人。那具体这些东西，我们这都选择就统一把它称为马名，就是 Asvaghusha。那它名字它可能有些人把它称为Babhideva， 可能又把它称为Aryasura， 或者是 Matricheta、Parthacheta、Mitrishitra 等等种种的。那这位马明大师呢，其实他在怎么说，他在开始信奉佛教之前，其实他是一个狂热的一个外道信徒，基本上就是他是不相信的，他是完全不相信佛法的。那后来呢，怎么会变成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佛教的一个行者？还甚至写了就是这个流传到今天的一个怎么讲，誓师的一个规范。那整个他怎么这样子？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他成为佛教徒之后呢，他后来还写了许多一些不同题材的一个佛教作品。那我就根据这本书的序呢，就跟大家逐渐的念下去。在马明菩萨住世的前400年，释迦牟尼佛出现，所以就是马明菩萨，他是在释迦牟尼佛出现过后的大概400年过后才开始出现。那释迦牟尼佛呢，就开始他的出现过后，就开始各种能够解脱涅槃呢，或者是成就无上正觉的一些显教经典。那释迦牟尼佛呢，他除了显教之外呢，他也以金刚种持的一个形象呢，去开示一些密法的，就是大手印啦和密续等等，就是一些快速的成佛之道。那这个道轨呢，虽然是很快速的，但是它危险性比较大。那 OK， 大家可能就觉得，怎么开始去提到这个东西呢？那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上师50受这个内容，就是说我们当然最好能够在加入，就是正式成为一个佛教徒之前，就正式在跟从一个上师之前，我们最好能够知道。但这个它主要的目的，其实主要是为了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修行，就是在修密续之前呢，能够好好的把这个内容好好的掌握。那其实主要是说了，就是更具体的是为了为了修密续而准备。但是其实它的好处呢，也并不是说一定在修密续的时候才有，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上师是一切成就的根本。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很好的去依止上师的话，我们从一开始就能够去调整我们的一个心态的话，那等于说我们的好处，修行的好处从一开始就可以开始累积了，而不至于浪费太多时间。那这对现在就是现代的我们来讲，其实尤其重要，因为其实现代人我们都习惯就是说，什么事情都以自己本身的看法来加以评断，那或者是我们特别鼓吹的就是批判精神啊之类的。其实并不是，佛教并不是不鼓吹批判精神，但是那批判呢是要在更早之前，就是说在检查一个上司，在皈依他之前呢，我们要去好好的检查他。那这本书也特别针对这个特别的介绍。那我们可以用很长时间去检查一个上司，去看他的行为啦，去验证他的表现的他的成果了种种的。但是，一旦我们已经决定了之后呢，那我们就必须把自己就是开始让自己能够学会去臣服。那这里其实涉及，如果说要去了解的话，可能它涉及很多就如何就放下自我。那其实也是一个修行的根本。那现代人都心高气傲嘛，所以要放下自我去跟从一个，或者是他，就我们甚至有些人就批评说这是一个盲从。要如何放下自己去全然的去跟从一个上师呢？那其实对很多人讲，它是一个相当难，也是一个不习惯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才需要好好的去学这本书。那这本书其实也不是说什么可能有些人就听了觉得，这是什么邪教说的，或者是什么狂热分子说的，其实不是这个的。这本书呢是在公元1世纪问世，而且这2000多年来，其实一直都是佛教真正的一个佛教信徒，或者是虔诚的一个修行者，或者是要想要在密续修行上有所成就的人，一定要去
奉行的一本书。那个内容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呢？其实这里讲到刚才也说过，因为密续本身它的危险性是比较大的，它是一个快速的成佛。知道我们讲佛教有分成显和密，很多人可能听过显密双修、显密双修。那显呢，其实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怎么讲？他就是公然去公开去说法给大家的一个内容。那但是他与此同时，释迦牟尼佛又发现金刚种子的相，开示密法达手印了，或者是这种密续之类，那种是快速的成佛之道。那虽然是快速，但是所有的快速呢都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我们才需要紧紧的跟随上师，要懂得去让上师全然的去降服、臣服于上师，让上师引导我们，才不至于在这个修行过程中，就遇到一些不必要的一种风险和危险。接下去这一段来说，不管你是奉行经称或者是续称，也就是说是显或者是密的话，他讲只有透过上师才能够有所成就。那佛陀呢，在《妙法莲华经》或者是《金刚续》中，他就是说很明显的说到，说在末法时代，佛陀会以不同会示现师长的相，师长阿舍离的相。所以呢，在这个时代呢，应该知道我们要像尊敬佛一样来尊敬我们的师长，因为佛呢，就是因为师长就是一个活着的一个佛的相分。那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学，就是我们因为出生这个时代嘛，距离佛陀已经是超过2500年了。那我们没有机会见到佛陀，没有机会亲眼去见到佛陀。那这样子的情况，但是我们呢，我们遇到的上师呢，他可能就是一个佛的化现，因为佛陀本身曾经早就已经说过了，他在末法时代，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他将会以一个上师的身份来出现在我们之中，所以我们就应该要像尊敬佛那样来尊敬我们的上师，因为上师就是活着的，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佛。那这个是那接下去那一段的讲是，他讲依止上师就是我们要完全的去降服、臣服于上师，去跟随上师的教导和他的指示来就是根据他的教导的指示来修行或者来做。就讲依止上师呢，是一种讲的不只是包括意乐的依止或者加行的依止，就包括意乐，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上的；那加行呢，指的就是我们的行为上的。就是要简单来讲，就是行为跟思想，也就是说全方位的，我们都要去让自己去相信和跟随上师。他讲最重要的呢，是要升起上师就是佛的一个净性就是一个很干净的一个想法。他讲这种信念是成就任何政务县官的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我们讲的比较白话一点，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懂得视师为佛，把上师看成是佛，我们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能够更怎么讲呢？更清楚的更清晰的一个看法，或者是能够才有正确的一个看法。就是很多事情我们会有邪见的意思。他讲，因为不管我们是追求自己本身能够离苦，或者离开这个轮回之苦呢，或者是为了能够去利他，我们的上师呢，他必须都已经是得到了这些成就，才能为我们开示这些修习的一个道轨。但如果说修行者对上师的一个正德和指导能力有所怀疑的话，就是我们对上师的成就正悟的一个成就有所怀疑的话呢，我们的修行呢就会变得非常的不稳定。
没有办法得到具体的一个进展。所以要修行上有成就，我们必须对上师是信心十足的。那上师他教导我们是成佛之道，那所以我们必须对上师信心十足，我们才能根据他的一个教诲来前进。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有可能在成佛的路上有进步，那才有成佛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必须要完全相信我们的上师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佛。那既然我们要相信他像活生生的佛，那我们就要遵从他的指示，就如同我们去遵从佛陀的教导一般。那这样子才能够得到修行上得到最大的一个利益。那再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说，那我们要观察，就是我们要那如果我们看到上师身上的一些功德，如果我们只看到我们懂得能够去看到上师身上的功德，那我们才有可能在自己身上也培养起这样子的功德。那通常呢，人会对自己的缺点呢，他们其实是视而不见的，是看不到的。但是对别人的缺点呢，却是看得非常清楚。那其实这里说的是，如果我们本身呢没有同样的一个缺点的话，我们又怎么知道别人有这些缺点呢？那比如说，举个例子，说前面有2个水果，那其中一个呢十分美味，另外一个却是已经开始要腐烂腐臭的。那如果身边呢，如果有人把那个美味的那个取去的话呢，我们就会开始说，这个人是很贪婪、很自私的。但假设如果我们本身对水果没有这样子的一种贪着呢，那不管那个人拿走的不管是谁拿走那个水果，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看到的只是有人将一个水果拿去罢了。他这里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本身没有那个贪念的话，我们就不会特别去看到别人的贪念。那就这样，这个水果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对这个水果本身没有贪念、没有执着的话，一个是腐烂的，一个是美味的。那别人拿走美味的或者是腐烂，其实对我们来讲呢，它其实就是取走了一个水果而已，而不我们会特别因为那个人拿走的是好的、是甜美的水果，而特别的感到特别的不舒服，或者是特别的去谴责他，特别的觉得那个人特别贪。那我们会看到那个人特别贪，其实就表示说我们对这个水果本身，我们是有这样子的贪的。他的意思，这一段讲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个同样的道理，只要我们能够训练自己，我们训练自己仅去看到上师的功德，不去看上师的过失。他讲这样子的一种看法呢，就会逐渐扩展，并表现在我们的一个心态上。由于众生呢也都具备了，就是我们其实都潜藏着佛性，也就是宁静无垢的一个心。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把上师视为佛陀这样子，那就能够让我们本身的佛性呈现出来。那我们才有可能去能够证得就是果的大手印。而这里讲的，其实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的佛性是根大手印，那证悟呢其实就是果大手印，一个是根一个果，或者一个是因一个果的意思。我们有佛性才有可能成佛，那我们没有佛性就不可能成佛。那要怎么把我们这个佛性带出来呢？那我们如果说能够常常把上师看成是佛的话，那我们就会专门就是看着他的优点。那我们长期只看他的优点的话呢，他就把我们身上的这同样的优点也带出来。他意思是这样子。那如果说我们只是去看上司的过错的话，去看上司的过失的话，那因为我们重点就放在看别人的过失嘛，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呢，会让我们本身的这些缺点、这些负面的这些态度，就会愈发的增加。所以看上司的缺点、过失，会让我们本身的这同样的缺点和过失不断增加。我们如果懂得去看上司的好处和他的功德呢，那我们就能够把我们潜在的同样的一个功德跟好处也带出来，也就是把我们潜在的佛性带出来。那也就是说，我们就会怎么说呢？朝向成佛之道，慢慢的就可能会证得佛果。
所以上师瑜伽的其中一种主要修持法呢，那尤其是在大手印和密续中的上师瑜伽法呢，就是要认识自己的心，跟上师、跟诸佛、跟本尊是没有分别的。他们都是佛心的一个清净的一个化身。所以说，依止上师是一切细地成就的根本。这里的意思是，那其实，在修密续的时候，就有一种就是很关键的一个东西，我们要能够怎么说，把自己视为跟在密续的观想里，其实自己会把自己观想为本尊。那所以呢，我们在整个修持里就要认识到自己为什么能够把自己观想为本尊呢？因为其实我们本身的一个就是原本的自己，我们是有那个佛性的，我们的内在的佛性呢，其实跟上师呢、跟佛呢、跟本尊呢是没有差别的，他们同样都是非常亲近的。那所以我们要懂得去依止上师，因为依止的上师，就能够把我们内在这个佛性带出来。那能把内在的佛性带出来呢，它就能够让我们得到成就。所以说，上师是成就的根本。那如果说我们把上师的行为看起来跟那些一般的凡夫是没有差别的话呢，这也不是。那如果假设上师的行为看起来如果跟没有觉悟的凡夫俗子是没有差别的话，我们却要把它视为佛陀，那从而认为这种做法是虚伪不实的话，那这时我们要切记我们本身的观点事实上并不可靠，而且我们所看见的外表过失，也许只是自心烦恼祸乱所显现。他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上师犯了错，跟一般人是没有两样的。那但是我们却要把它视为佛陀。那尤其现代人嘛，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虚伪的事情，这是一个很不真实的事情。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想呢？其实如果既然你是一个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那你就在想，其实凡事都有可能性，我们本身的观点也未必是正确的。所以你要记得，我们的观点并不见得是可靠的，而且我们看到的过失，也许也可能只是我们本身的一个烦恼所的显现而已。而且呢，还有另一个，这个可能是比较从佛教的一个角度来出发。而且我们常常想，如果上师他的行为呢是圆满的话，他其实就没办法接近我们，让我们有缘去亲近他。所以上师是出于大慈悲心才显示过世之相，过世的样子。这是教化我们的善巧方便。上师能够反映出我们本身的过失缺点，所以我们应该要反观自心，从上师身上学习如何把自己的过失去除。那假如我们老是批评自己的上师呢，就永远没办法从上师身上获益。这个可能大家需要消化一下。那就是说，这其实涉及讲的就是上师用心良苦，那他所显现出来的这种善巧方便。那上师其实很多时候是刻意显示过失，他显示过失才跟我们比较靠近。他如果是完美无瑕的话，他就没有办法靠近我们。那其实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很容易去想象。比如说我们讲佛啊，你要像佛这样，其实大家的想法就是他都是他，既然他是佛，我怎么可能跟他一样呢？他是高我们好几班，就是这要远远超越我们的，跟我们一点相似都没有。所以我们把佛当成一个偶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目标。那上师呢，他如果也像佛这个样子的话，所有的东西都显现得非常完美无瑕的话呢，我们其实就没有办法，我们会觉得非常遥远。那非常遥远的话，就觉得事不关己。事不关己的话呢，我们就把上师跟自己之间呢，就是有了一个就是画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界。那所以上师会刻意显现出，就是用他的善巧方便刻意显现出一些过失，那让我们有缘去靠近他。所以说，上师的这些过失呢，其实他是从他的大悲心所刻意显现出来的一种过失之相，那其实是一种教导我们的一种善巧方便。而且呢，他常常在上师在教导我们的过程中，他常常还刻意的去显示出，或者是反映出以他自己本身
的行为来反映出我们本身的一些过失，让我们去看，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讲这可能就刻意显现出一个反面教材，所以让我们能够去好好的去观察自己的内心，从上司的身上学习，而去把自己本身的问题去掉。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问题，我们老是批评的话呢，那我们就等于说白浪费了上司的这番苦心，而且就永远没有办法从上司的身上得到好处。接下去，事事如佛呢是金刚持亲口所说的，所以若我们能够具足信心皈依佛法的话，就要致力去认识佛陀这句话的意义。诸佛对世间的正面影响，就像太阳的功能一样，而上师就好像把日光集中点燃火种的聚光镜一般，能把诸佛的妙行摄集引入弟子的心相续，策发弟子去修正道。所以上师善知识是一些诸佛的活生典范，何谈一些诸佛事业，令我们能得其门而入，修正佛果。但上事事如佛这一个呢，并不是不是哪一个邪教教主，或者是任何一个为了自身利益的就什么的，为了自身利益的一个上师所设出来的，或者是他们自己杜撰的。那其实这是佛，就是金刚持亲口所说的。金刚持我们讲就是我们讲佛他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在说密的时候呢，他是以金刚种子的一个身份来发现的。那所以是佛陀亲口说的。那时候如果我说我们能够很有信心的话，具足够的信心去皈依佛法的话，我们就有心要去学佛的话，我们就要把佛陀的这句话呢记得很清楚，也要好好去认识它。他讲诸佛呢，就是众佛呢对世间的正面影响，就好像太阳的功能一样。太阳的功能其实就是发光发热，对不对？那其实上师呢，他却像什么？他就像一个聚光镜，他把所有的佛的日光，它的力量的一个光的一个光和热的一个总和呢，集中点燃，再引进弟子的心向去里，让弟子能够步入一个修行的正道。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就是要好好去要成佛的话呢，我们应该把上师当成是诸佛的一个化现。要把它当成是诸佛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典范，他们身上所负担的呢，也就是诸佛的事业。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去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从这里呢能够好好的去修行。对上师恭敬依止，做成事供养，能积极无得资粮，令我们能尽离一切苦恼。此举并非利益上师，而是利益自己。正如在田地播种，受益者并不是土地，而是我们这些获得庄稼收成的人。所以越能如理依止上师，事事如佛，精进成事，我们便越加接近佛果。同样对上师心怀怨憎，二心恼乱，便是刻意令自己远离无苦的觉悟敬畏，为自己带来巨大苦果。假如我们看见师长的过失而生起轻蔑之念，并谨记我们的观点并不可信，而这只会引申轻弃师长所表征的安乐境界的破坏。如果我们对上师能够很恭敬的话，能够很好的就是去全然去依止，而且去能够很好的伺候上师，去供养上师的话呢，它能够让我们累积很多的一个福德资粮。那这累积这福德资粮呢，就能够让我们去脱离一切的苦恼。但其实这样子做呢，它的得到好处的那一方并不是上师，而是我们自己。这种就好像说我们在田地上播种，那看起来是把种子撒在田地上，那事实上真正得到好处的人是谁？真正得到的好处的并不是土地，而是我们。那得到收成的呢，其实都是我们，并不是土地。那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能够去依止上师，能够把上师看成是佛这样子来精进修行的话呢，就是很认真的去伺候我们的上师的话呢，那我们就更加可能去靠近佛果。
那反过来，如果说我们对上司充满埋怨、充满嗔恨，那充满就是很多的一些就是恶心的话呢，那就是让我们刻意让我们自己远离无苦的一个觉悟境界，为自己带来一些巨大的苦果。如果说我们看到上司的过失，我们看到的，我们并不想到他的善巧方便，我们想到的是一种看不起他的话，是轻蔑之心的话呢，那这种时候就要立刻提醒自己，我们所看到的，并不一定都是对的。这个是，那这个东西可能对现代人确实是有点难，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功德去了解这一点要累积功德呢，就持续去实践。那你要实践多了，那你才能慢慢去体会这个视师如佛这一个概念的一个意思。那上师在佛陀入灭后的末法时代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意念上师，意念师长的大恩，恭敬爱戴。上师教导我们舍弃烦恼，从没有强迫我们接受像至尊弥勒日巴等大师往昔所示的苦行。上师把灌顶、口授以及自佛陀以来从未中断的传承赐予我们，加持我们证得他的敬畏，帮助我们物质上的需要。不敬爱师长，便不能达正觉悟。试问，假如我们不敬重上师所表征的佛果敬畏，又怎能获得佛果菩提呢？那这里其实就是叫我们去感恩上师，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末法时期，我们其实有机会就接触佛法，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难得、非常罕见的一个事情。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在这样末法时期，我们竟然还能够遇到一个如此的一个上师，我们就要常常去感恩，常常去意念上师的一个恩惠。我们常常有机会，我们就要对他表示恭敬和爱戴。那因为上师教导我们，要舍弃各种各样的烦恼，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像我们要逼我们他也了解到就是这个时代，他从来没有逼我们像弥勒日巴当年所接受的各种苦行一样。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看，找一下弥勒日巴传，看他当时的上师是怎么来训练他的。那这样子的上师呢，他就把自佛陀时代就是开始就从来没有中断过传承，把这些灌顶的口授传给我们，要给我们加持，希望我们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甚至他还帮助我们在物质上的需要。那如果我们不去尊敬他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证得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果位呢？好，这里这一段是讲一些他的这些这个文字的依据。他讲《华严经》对各种意乐依止上师的理趣，以作广说，其义理及校正广见于法王宗喀巴所造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至于马明菩萨所造的上师50颂，则是加行依止上师之法的总集摄要。此论是以大量的序典作为教典根源，其中包括密集、十轮、胜乐论、金刚空行、金刚藏庄严等序典。至于论中每一颂的个别序典出处，在宗喀巴大师所造的上师50颂释亦有说明。他这里说的是，就是说在好一些经典上呢，对于在如何在意乐上，也就是在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精神上，怎么去依止上师呢？很多经典都已经说了。那这一本马明菩萨所写的这个上师50颂或者世事50颂呢，它主要是在加行，如何在加行上依止上师，就是给一些具体的一个说法。所谓的加行呢，就是讲的就是我们的行为上。那所以这本书大家接下去可能就当我们开始分享到50颂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每一个颂其实讲的都是具体的做法。所以这个马明菩萨的他主要是在具体的做法上给我们做一个指导。但是他虽然是这样子，他并不是就是他自己凭空捏造出来的，他其实是根据许多的大量的一个密续的经典作为教典的根源。
那上师50颂呢，对于修学密续是不可缺少的。续称对上师50颂重视的程度，亦较精称道轨为大。这是因为密续的修持极为艰难复杂，如法修持虽能寄生成佛，但是颠倒妄修却会为行者带来极可怕的后果，因此非常危险。所以上师的亲身指导绝不可少。所以传统上是在传授续部灌顶之前开示，师徒的关系一旦建立，便要教导弟子依止上师及出离心、菩提心、空性正见的共道。在领受如法的灌顶之后，便可以在依止上师及三主要道的稳固基础之上，透过密续的次第逐步引导弟子。那这里这个刚才有说过，就是说这个上师50颂呢，它主要呢是给修学密续的，就是在对修学密续的人来说，它是不能缺少的，它非常重要。那但是它本身由于我们讲上师这些修行的一些成就的一个怎么讲根源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更早去意识到上师的一个重要性的话，那表示说我们就一刻都不浪费时间。在更早之前就能够开始，就能够对上师升起正确的一个看法，而且能够在过程中呢，就能够逐渐的去累积功德。那累积功德的好处是什么？就能让我们能够减少我们的邪见，让我们能对上师是有更正确的一个观点的看法。那虽然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只是在修显，还没有修密的。那但是就刚才想过，这个其实早一点学习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但是到了修密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就是这次在正式接受灌顶之前呢，就必须要去修的一个就是一个算是理论知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修密是非常它的效果非常快，但是它也是非常危险。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把上师就是没有办法完全事事为佛，我们没有办法去很好去依止上师的话呢，那可能就会有危险。那其实这就好像说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在溺水的时候，就是可能在海洋啊，在水中游泳啊，就溺水了。那在溺水的时候，如果说有一只手有人来帮我们的话，尝试把我们拉起来的话，那如果我们不相信那一个人，那我们的正常的一个反应呢，反射性的动作呢，就是拼命抓。那这样子抓的过程，这样拼命挣扎的过程，其实不但是会给自己本身带来危险，那其实也会把另一个人也拖下水。那在这种时候，其实最好的就是你完全的放松，让那个人把自己带出水面。那同样，其实在密续修行里是一样的，我们要懂得去完全的信任上师，要完全是跟着他走。如果说在过程中我们还加入本身自己的一个看法的话，那这看法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看法的可靠性有多少。那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由我们的烦恼所带来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分清哪一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所以修行上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呢，今天教虽然还没有把这个序完全介绍完毕，但是我觉得已经跟大家介绍了为什么就是要去了解学习这个上师50颂的一个重要性。那介绍完这个之后呢，我接下来就逐渐开始就一颂的跟大家分享跟讲解。那今天的这个暂时这一节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为止。那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怎么说呢？从具体的第5颂开始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下一次再见，谢谢大家。那同样就是在结束之前呢，我们都要做一个惯例的，一定要做的一个就是回向文。如宝珍贵菩提心，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其不退转非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好，其不退转非增长。愿以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上慧明贤师，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
愿我尽此善根力，速其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是令安置师佛地。愿弘扬中他发，法王正法理则记，只是障碍之征兆，一切顺言是缘了。我及他人之三世，一指上属二之语，祈愿善会名称佛，教法永途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分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这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回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见其省本常住。好，谢谢大家。